你以為你自己好節儉，但其實係配得感好低。有位50歲嘅粉絲揾到錢，因為佢前幾年喺我呢度咧揀咗一個佢好中意嘅翡翠送俾佢嘅姊妹作為生日禮物，但係翻到屋企之後，佢就成日心心念幾時先有人送翡翠俾自己，又唔好意思同屋企人開口。咁多年以嚟一直知慳識儉，仲係唔捨得咧將自己認為最好嘅嘢留俾自己用。最近佢到咗更年期，佢先開始反思，發現自己咧成日照顧人哋，忘記咗照顧自己同埋自己嘅情緒。最後呢位姐姐喺錢呢度揀咗一件飄揚綠色嘅壽桃，雖然同佢前幾年咧送俾佢姊妹嘅嗰件唔係一模一樣，但係呢個姐姐好開心。佢話要從呢件翡翠開始，要學識愛自己，從珍惜自己開始。只有懂得愛自己，先可以真正咁去識得愛別人。其實一件咁樣品質嘅翡翠吊墜，對於呢個姐姐嚟講一啲都唔貴，但係咁多年嚟佢從來冇請過一件自己真係好中意嘅翡翠送俾自己，都係去送俾自己嘅老公啦、自己啲仔女啦。呢個咧令我諗起一個心理學嘅現象，就係叫配得感，總係將好嘅嘢咧留俾人哋，自己配唔上去用最好嘅嘢。錢咧真心希望我哋嘅每一個人要懂得愛自己，愛自己咩時候都唔會遲。